經常煮飯嘅女人，請收好呢12條秘訣。第一，蒸魚嘅時候要等水滾先至上鑊，味道更加鮮甜。第二，煮臘肉嘅時候先飛水，可以減鹽。第三，白灼蝦嘅時候凍水落鑊，口感會更加緊實鮮甜。第四，煮蓮藕嘅時候邊煮邊加醋，可以防止變黑。第五，煮豆腐嘅時候多放蔥，可以提升豆腐嘅鮮香。第六，燜羊肉多放蘿蔔，可以去騷味。第七，燜牛肉多放番茄，會更加之軟爛。第八，煮豆腐之前浸鹽水，翻炒唔碎咁好食。第九，煮海帶嘅時候放啲白醋，更加軟爛入味。第十，煲番薯嘅時候用牙籤篤幾下，熟得快。第11，煮粟米嘅時候加啲鹽，會更加之甜。第12，煮銀耳嘅時候加啲澱粉，容易出膠。你學識咗未？另外，今日仲有個好消息要話俾大家知嘅，以後豬手買返屋企你就咁嚟整，仲好食過紅燒同埋煲湯啊！做法真係好簡單，只要屋企有個電飯煲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就可以整出皮脆肉嫩、Q Q 彈彈、椰香味濃郁嘅五指毛肚鹽焗豬手啦！就算係唔食肉嘅細路仔，睇到佢飯都多食2碗啊！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。首先，豬手我哋首選呢種豬前蹄，肉相對會多一啲，而且冇咁多骨頭，口感會更加之鮮嫩 Q 彈。跟住將隻豬手飛水，但係飛水部分99%嘅人都係做錯嘅。點解呢？因為豬手喺飛水之前係要先洗一洗，咁樣先至會洗甩大部分嘅豬騷味。我哋將豬手裝到個大盆入邊，加入1匙羹食鹽、白醋，然後倒入唔使錢嘅豬肝水，浸佢15分鐘。咁樣浸嘅好處唔單止可以將豬腳嘅肉質軟化，仲能夠將豬手入邊嘅血水同埋污糟邋遢嘢冚唪唥洗晒出嚟。呢個係豬手冇豬腥味嘅關鍵。咁有緣刷到呢個視頻，係緊要幫手點翻個免費嘅小紅心，支持下小弟咧，多謝晒咁多位。洗好嘅豬手就可以落鑊飛水啦。記住係凍水落鑊，加入去腥生件套、薑片、蔥段、少少嘅廣東米酒。水滾之後，將呢個浮泡全部撇乾淨，再將豬手撈出嚟，用溫水將佢清洗多一次。千祈就唔好用凍水嚟洗，一冷一熱就會變得硬邦邦咁，點煮都煮佢唔爛啊！跟住攞個碟仔出嚟，加少少豉油、少少蠔油。好食嘅關鍵就係加入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啦。佢係精選五指毛肚研磨成粉，經過省城大廚10幾道工藝調製而成，啱晒我哋廣東人口味。重要嘅係佢依家搞緊活動，大家可以多備幾包，趁住小朋友放假喺屋企，攞翻去整個鹽焗雞、鹽焗手撕雞，個個都讚你係大師傅啊！然後倒入1匙羹食用油，攪拌均勻，跟住將調料倒喺豬手入邊。用你發財嘅小手快速撈勻佢，然後靜置一下，等佢醃製翻30分鐘入味。趁住呢個時間喺電飯煲掃一層花生底油，防止窿底，再鋪上一層薑片、蔥段，將醃好嘅豬手一嚿一嚿咁放喺個電飯煲裏邊。剩低嘅熱料記得唔好嘥，一齊淋落去，冚蓋暗煮飯件，大概50分鐘就有得食啦。時間一到，一打開蓋啊，成間房都係香味。咁樣整出嚟嘅五指毛肚鹽焗豬手，帶有一陣椰子嘅清香，皮脆肉嫩，鹹香入味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想試下酒樓同款五指毛肚鹽焗豬手嘅，可以點我頭像下邊有個櫥窗，又或者去我評論區睇一睇，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趁住廠家仲有活動，嗱臨帶返屋企試下啦！